騎馬未體驗過。睇馬成日都有得睇，騎馬就真係好少機會。年糕，年糕，因為我好中意食我媽咪煎嘅年糕。角仔，笑口棗，因為從來冇食過角仔。角仔，但其實我兩個都唔知係咩嚟嘅。行花市，行花市，因為我覺得每年最熱鬧嘅就係花市嗰陣時。打牌，因為好玩啲。留港消費，留港消費，因為冇假放。電子利是，電子啊，環保啲。奧運，奧運啦，因為4年一次啊嘛。嗌人，因為唔係喎，E 人，因為要鬥利是。初一行大運，瞓到自然醒之後，都仲有好多時間可以行大運。最大得着係同隊友之間相處嘅點滴咯。你只要每一刻唔好放棄，去堅持去做，其實一定係會有機會成功嘅。無論個機會可能得50%或者好低嘅成功率，我哋都要盡量去嘗試，唔嘗試就唔會有成功嘅一次啦。希望身體健康啦，同埋劍擊成績越嚟越好。一定係亞運會啦，到時記得幫我哋打氣啊！亞運會裏邊為香港隊、為羽毛球隊都可以攞到好嘅成績。初一記得睇花車匯演，報實馬會架花車。年初三沙田馬場都有得睇㗎，一齊嚟打個靚卡，旺一旺佢啦！祝大家馬到功成成。